是谁切洋葱巡回展，这次总共邀请20组台湾各领域艺术家共同开展。首先伫台南登场的是由三妹堂创意木偶团、春仔花艺术家廖丽梅、插画家刘青、刺绣艺术家黄丽丽、纸浆艺术家廖丽华、雕塑艺术家曾丽娟、视觉艺术家刘志宏等7个艺术家以及团队联合展出。今年是星光3月，我们这下系列的第10周年。那我们今年是以爱为主题，举办了一个是谁切洋葱的展览。那其实洋葱的故事大家应该就知道，它一层一层能够看到最核心、最感动的东西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下展览的宗旨是把台湾这些优秀的艺术家让更多人看到。那在洋葱展里面，我们今天这一次有找齐了20组的艺术创作者。那在台南这个地区，我们有找了7组的创作者在这边以家为主题，那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的酸甜苦辣，有让你会开心欢笑的，那也有就是从家里面转化的一些心情概念。不论是雕花、布袋红仔、插画、刺绣等创作，拢是艺术家的生活呈现。期待观赏者透过看展，会当唤起家己内心感动的时刻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